妹干嘛？怎么搞的？没见了。别，有啥叫的？喂，妹妹干嘛？来了，不对啊，这没来了。喂，他来说他哭了干啥？喂，要不楼吧？要不楼不楼哟？你把他，我可把他搞。搞毛个的，搞为啥呀？没为啥嘛？我在看到为啥了？你问了？喂，你别打狗比家里狗吧？对，我搞了几我不给别打狗比家里，我叫不了家里。对，对，你呢？后面再见了，打一拿，再打一拿，你呢？都做毛个的。